茶是台湾人生活中真接看到的饮品。有人啉茶止喙焦、解疲劳，有人啉茶是为着安定心神，嘛有人变出茶叶新出头，互大众感觉到茶叶变化万千。是安怎茶会互咱这么多灵感？茶参台湾人又阁有啥款的故事呢？若想要了解台湾茶的故事，一定爱来一逝大稻埕。约翰陶德，伊是对咱台湾乌龙茶影响真深的一个人，伊嘛是我漫画内底的主角。淡水开港了后，伊先伫淡水遐开油行，煞来搁伫艋舺遐开茶场，搁来伊甲茶场刷来咱大稻埕遮，台湾的茶米事业变甲真请赢。较早有真侪茶场开伫遮，茶场内底师傅咧做茶，茶场外口的亭仔骹，足侪查某人、查某囡仔伫遮咧捡茶机，这就是我漫画内底画的故事。红仔西画家讲的约翰陶德是啥人？是安怎讲到台湾茶的历史，就爱讲到这个外国人。大稻埕正早专门卖南北货的所在，敢讲甲茶嘛有关系。除了台北的大稻埕，台湾也有啥物所在是因为茶发展起来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是台湾款，我是主持人嘉豪。讲到这啉茶文化，其实伫咱台语有一句话讲，这卖茶讲茶香，卖花讲花红。而且伫咱的社会当中呢，真侪人拢会啉这个手切茶，路头路尾是开真济。行伫街仔路，当然是人人一杯。究竟讲是迄个茶米的，咱台湾人是啉偌济？今仔日要来甲大家讲详细，也要来讲到这茶文化呢，咱今仔日邀请到两位的内行人。头一位呢，要来邀请的就是对咱茶米产业，而且即马当咧拍拼推广这茶米文化、啉茶文化的汤家宏老师，欢迎汤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我是汤家宏。第二位要来邀请的就是讲，目前还阁伫咧南投伫咧做茶咱的茶青龙，而且伊阿公时代就伫咧咱台湾伫咧种茶哦。咱来欢迎就是咱的郭汉元郭大哥，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郭汉元。咱台湾啊，历史当中就是讲茶这款茶种、茶树，上早伫咧历史当中记录到这茶树是对当时开始的。其实咱台湾在做茶已经真久啊，吼，不过咱真正有去讲到茶这个字，吼，是伫1644年甲1645年，吼，有一本册，足久以前啊，吼，这本册叫做巴达维亚城的日记，吼，那巴达维亚城这个日记，伊上重要是荷兰，伊去做东印度公司，吼，啊，伊伫航海，吼，啊，伊伫找准的日记。爱就为台湾、日本拢有去写这，啊，咱台湾当初叫做福尔摩沙，吼，伊就写着内底有写一句话尔，讲茶树伫台湾嘛发现，吼，啊，就伫南投这边啦，也是北部啦，其实拢有咱台湾原始那拢有这茶树，吼，所以这是上早咱的记录。吼，咱伫清朝时阵，其实嘛有讲到讲咱的水沙连有发现咱的茶树，啊，不过迄时阵是无啥在做茶，敢若讲看到茶树啊，小部分在做茶安尼尔。呀，我知影讲，其实大稻埕迄个所在吼，南北二路这个物件是卖足多啦，不管是进口货还是讲咱台湾出去的物件，甚至就是台湾茶，是伫国际贸易当中，伊是一个最重要角色。而且伫迄个所在嘛，共款有茶行。啊，既然有茶行，是毋是伫咧大稻埕遮嘛有人伫咧做茶呢？这个历史啊，先讲者吼，就讲咱以前啦吼，咱台湾是上济人的啊，上发达的位是伫咱讲艋舺。即为咱台湾人大部分都伫艋舺做生意。吼，咱不过迄时阵，咱伫1860年时阵，咱就因为清朝甲法国的战争，啊因为拍输啊嘛，啊咱就淡水就开港，吼开港，吼啊开港时，咱就开始即外国甲外国人、商人甲就开始过来咱找讲有啥物物件会当做，所以就
大量的咱讲外国的生理人就开始入来咱台湾。啊，当初嘛是去咱上济人的位，比如讲咱的艋舺这位，啊，毋过当初就是因为艋舺较讨厌外来的人。啊，就攻击啊！即外国的商人定去用攻击，所以因就想讲，安尼咱袂使为食，咱就选要一个位。啊，要一个位就是咱边仔就是淡水河边仔叫大稻埕，所以外国人拢伫大稻埕，台湾人拢伫咱的艋舺，所以咱迄时阵呢，咱讲老民权就开始为这两位的中起一个叫台北城，台北城就即摆台北市，啊，所以外国人拢总拢伫大稻埕，因为大稻埕有一个大稻埕有个港口，会当直接去到淡水外销。因为你有讲到啊，就是大稻埕这个所在，就是较侪外国人会来到这个所在。啊，当然啊，就是讲这个所在一定有真侪外国货出入。啊，这个南北货就是咱讲的这个杂货啊，这个物件，甲地比敢有牵连？迄有关系吼，咱先讲就是有一个上重要的人，就是咱拄则有讲到讲约翰杜德啦，吼，约翰陶德这个人，那伊是一个英国的英国的生理人，吼，啊，伊当初吼，伊就是为咱讲伫福州啦、厦门啦去做茶米的一个生意，啊，伊做茶米做甲真好，啊，毋过台湾开港时阵，就其实台湾是一个新的产地。所以伊就想要讲，等台湾有啥物机会，所以上当初伊来是要看咱台湾的叫老油啦，吼啊看老油看讲，其实咱台北的山区嘛有一寡地树，啊伊嘛感觉讲，地树应该是真好的物件，会当去做牧业，啊为什么会做牧业？就是因为当初咱讲全世界这乌龙茶这地，拢是为中国，咱讲厦门啊。澳门啊，还是讲福州才出去。啊，毋过当初拢爱叫起来讲，咱讲买办，吼买办就是讲伊知影讲外国的语言，啊会晓讲中文，啊就去做翻译，甲过甲替伊买茶啦。啊，毋过伊就开始做这代志，就开始骗这外国人。吼，我就甲无好的茶米掺入茶米内底，还是讲甲石头沙掺入内底，互中国的茶伫国际面顶。伊都无讲足好诶，大家人讲中国来的茶品质都较无好，所以因即摆即外国诶生理人就要找一个新的产地，要去开始卖外国人，要开始赚国较侪钱。啊，拄好台湾会当种植的茶，就讲台湾的茶应该会当变成一个新的产地，去行销全世界。啊，营销全世界时阵，当初咱台湾咱讲淡水啦吼，咱有分啦吼。无共款的港口，有无共款的讲一级港口、二级，咱淡水是二级，二级袂使直接出去国外，所以咱台湾的茶爱去运去咱讲的澳门啊，还是厦门啊，还是澳门，还是讲爱运去咱的迄福州遮，再过去外国，好去外国啊，转来时咱的船都是空船，啊空船都浪费嘛，啊就开始甲。中国一寡药材啊，一寡布料啊，在咱的大稻埕，所以为什么大稻埕有较侪南北货，较侪讲卖衫卖布的，都是这个原因。哦，台湾迄当时卖上好的茶是倒一种茶？你若讲清朝时阵，咱迄阵上好的茶都叫做乌龙茶，吼，咱讲咱拢叫做一个名叫福尔摩沙乌龙体，就是福尔摩沙乌龙茶。这嘛爱讲到咱拄则讲陶德啦，吼，伊都是伫。1869年时阵，吼，伊第一届甲12万公斤的茶卖甲美国，吼卖甲美国，啊，互美国人讲，这茶哪遮好，啊无听过，啊，就大概就2礼拜就甲这12万公斤的茶拢抢完啦，所以就拍开台湾乌龙茶的外销的大门。就开始足侪咱讲外国的生理人开始来台湾，开始来大稻埕，开始来做茶的生意，就去台北种茶，开始甲宜兰、甲咱讲新竹，因为位无够啊，开始要大量的种茶。老师就是咱有一款茶叫做东方美人茶，这东方对西方来讲，咱当然是叫做东方嘛，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出现啊？咱讲东方美人茶吼，这是乌龙茶一种啦吼，我再简单解说一下吼。就讲咱讲的红茶、绿茶、乌龙茶，
哦，这其实唔是一个地球，这是一个制作的过程。同一个地球，我用红茶做法就变红茶，绿茶做法就变绿茶，乌龙茶做法变乌龙茶。哦，所以什么种的品种都会当做一无同款的茶，干那是好啉嘛歹啉尔。碰风茶就是咱讲的这东方美人茶。哦，啊，这是讲当初哦，这是老段的一个故事啦。当初咱这茶去互咱讲英国啉着，英国的咱讲女皇啉着，爱感觉讲哦，这茶真好，啊，佫是来为东方过的。泡茶时阵，佫拿一个足水的查某囡仔伫遐跳舞的型，所以才取这个名咧。哦，因为其实我嘛有听讲哦，迄是茶米足歹啦，啊，担去大场埕卖足好价，啊，等来讲啊，你迄茶米足歹，那有可能卖迄好价过来叫碰风茶啦。迄就是因为去茶米，因为咱讲的上好的茶米拢是伫春还是讲冬这两季是咱茶米上好的时阵，做乌龙茶时阵。那咱讲的碰风茶大部分拢伫咱讲热天去做的，啊热天就虫足济，啊虫足济加，啊你的叶就歹看，啊歹看伊，啊咱客家人就感觉讲，啊这歹看，啊毋过嘛做来卖，卖浪费，啊就去卖叫外国人啉着，讲哟这味哪会遮好，啊就用足悬的价钱去甲买，啊甲买时阵伊就转去讲，我这虾仔茶较歹水仔的茶，啊我卖甲这个天价。啊！大家讲啊，你碰风的，所以就变做碰风茶啊。对。对啊，老师讲到这个国际部的这部分啊，老师今有炸一本册来，因为伊顶头有这马库克这个字，是咪让请老师甲咱简单介绍一下？这本册是我去法国时阵吼去买回来吼，这叫做马黑兄弟吼，这是法国上有名的一个茶米公司。哦，那这个茶米公司的话，你会当看伊是1854年时阵就创立的一个茶米公司。哦，那你看伊的这个 logo 内底吼，有写过4个三茶，全世界伊感觉上有特别、量上济4个三茶，过来都是印度，哦啊上尾啊第3个都是斯里兰卡、锡兰。哦，上尾一个伊就写福尔摩沙，福尔摩沙台湾，所以你看以前，你看这个 THE 吼，这个茶法文啊吼，翻译伊就讲做茶，就甲咱闽南语讲的发音是共款的。茶，哦，所以当初就是咱这的茶去到遐，其实全世界拢足有名的。所以台湾为以前咱讲的这150年来，哦，咱台湾拢影响过全世界，咱上有名嘛是拢乌龙茶。讲到咱台湾茶要行销到全世界，伫咧国际部的当中，咱台湾扮演着什么款的角色呢？咱小休困一下，卡停啊，继续来讲。讲到咱台湾人将咱的台湾茶卖出去外国，要不来请教老师吼，今仔日咧，伫咱查来这个文物内面啊，有一个叫做梅竹一个器官啊。啊，这个老师，你的这个倒手边，再搁一个梅字，这是什么款的典故啊？哦，像咱这咱讲梅吼，咱讲梅兰竹菊吼，这无共款的品质，吼代表咱无共款的茶米啊。这是为咱的大稻埕新丰村的茶行老茶行招来这文物。吼啊，所以这就是讲，你会当看到讲，这是咱对外口去行销时阵有家己的品牌，甲无共款的品质。去外销服务无共款的国家，啊，咱这边的字较大概，这 T 的字吼，咱看到就是讲，这是咱以前要出口去无共款的国家时阵，咱拢是用茶箱、用茶箱去底，啊，茶箱跟茶箱去底，咱就爱去用去甲擦去印起哩无共款的品质啦，无共款的要去无共款的城市啊，还是讲味道来的啊，或者个品牌是倒一个，所以你咱看到讲这甲这拢是咱台湾，不管是外销还是讲咱的品牌，拢是足丰富的，全世界拢需求咱的茶米。啊，像讲咱头前有两届细的，咱讲茶寿啦吼，什么叫茶寿？就是讲以前咱伫大稻埕，其实这历史嘛是足趣味的啦吼，安尼讲足趣味嘛足重要的。以前咱讲查甫人拢是去做茶，还是讲去焙茶，较重的吼啊。咱查某人咱就来做经茶机这个工作，啊，经茶机是咱第一届，咱查某人会当有家己的收入，家己有钱好摕。啊，女性的主义开始，咱有家己的经济啊，所以咱家己会当卖家己喜的物件，咱家己有话语权，较无共款上重要是安尼。所以你咱看到讲一个铁的，一个是纸的，吼纸的就是讲我经偌济数量，吼，那就讲
10磅，吼，我就是会当摕一张，代表讲这是你拣偌济量，啊，铁仔就是50，就搁较济，吼，你就摕这去换钱，哦，这代表讲你今仔日讲这几工是拣地去拣偌济钱，甲数量安尼。我也请教老师讲，咱拄只就是咱台湾地上最后外销的拢是乌龙较济。也来到日本后来有来到咱台湾，就是统治台湾这段时间。因为日本人伊本地伊也有食茶啊，吼，就是咱听讲哦，迄个日本式的迄个茶道啊，是讲种种迄类吼文化来到这个所在，伊敢会讲去影响到咱台湾人这个种茶，还是讲做茶迄个品质甲习惯呢？其实无啥共款吼，因为日本伊想要学茶，要学英国。英国用斯里兰卡的红茶去卖予全世界，去赚这个钱。伊要用台湾的茶去卖予全世界，因为台湾当初虽然咱是做乌龙茶，啊，不过日本看到咱台湾乌龙茶，啊，你就继续做。啊，不过伊想要啥？伊想要红茶，因为全世界啉上济就是红茶，所以伊想要用这的台湾的红茶，比日本更加适合种红茶，因为红茶是愈烧热味，是愈品质愈高。所以日本的红茶品质就无像咱台湾红茶较好，所以就想要卖咱台湾，用咱台湾的红茶去赚全世界的钱。其实咱有看到这张相片，伊叫做收业证书，这敢是甲茶嘛有关系啊？对，这是咱台湾第一间吼专门为茶米甲茶米技做茶技术的一个学校，吼那个传习所吼。这就是讲，以1930年时阵，日本就讲茶米是上重要的一个要外销赚钱的一个物件，所以就开始你无这技术的人，你袂晓这物件，你要安怎去做这茶米出来？所以就开始，其实你来这读这册吼，你去受训呢，其实拢唔免纳钱，你每礼拜佫会付你生活费。你等你毕业摕到这证书时阵，你会叫派去台湾每一个产地去做茶啦，去制茶啦，去卖茶。这是台湾，甲即摆嘛是共款唯一一间的咱讲的茶米专业的学校。其实在咱的现场当中啊，咱有看到这头前排，无管是这茶汤为这个浅色到深色，甚至是落落，都含着这个青的茶叶。这为什么这茶叶有的你看这大叶，有的敢若是迄个较细叶，这两个之间的差别是差伫哪？这讲到这个茶种吼，咱初步用这个伊的茶丛吼，较9分的叶啊，大概成熟叶吼，较9分的叶啊来看，伊的茶的面积，若是伫20平方公分以上的，咱叫做大叶种。大叶种，咱若20平方公分以下的呢，咱叫做小叶种。这差别伫哪呢？我用一个譬如来讲，全世界的人呢，咱有亚洲人啦，有美洲人、非洲人、欧洲人，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的人呢，因的这个体质伊的体格有悬有矮，头毛啊、皮肤啊、头毛啊，色水嘛无共款，体质嘛无共。活做是茶嘛是共款的，咱无共款的茶种，就无共款的茶质。咱无共款的茶质，像这个叶较大的，咱叫做大叶种。大叶种本身茶质较重，伊偏这个乔木类，也就是伊生长的时阵呢，伊若生了较悬，伊当生了较悬，茶质较重，做起来茶较会可惜。那小叶种呢，较偏这个灌木类，所以伊做出来的茶呢，伊的生长伊的生长会较矮一寡，做出来的茶较滴水，较袂遐可惜。所以说茶质无共款的茶，就会当做无共款的茶类。你像这大叶种，目前台湾敢有伫做？大叶种即马伫阮日月潭山区是有大量啦，主要以日月潭山区为主。那花莲台东嘛有这个少量的部分。讲到这个茶汤这个部分啊，来请教到汤老师，你看这为我这边这杯看起来有小可金黄，都小可青青，搁较过去迄边就是开始就是变较深色，甚至是最后一杯看敢若落落，这是啥物情形啊？其实这是咱台湾茶甲全世界的全世界茶无共款的位啦。咱讲的红茶，像讲印度还是讲英国，红茶都拢红色的。咱就讲日本的绿茶都拢绿色的。咱台湾茶你有看到讲较侪无共款的色，因为咱台湾是做乌龙茶为主啦。那乌龙茶，咱这做的乌龙茶都无共款的发酵。你若发酵愈轻，
伊就愈青，发芽愈重，伊就愈红。好，所以咱台湾有讲一款第一杯就是咱的包装茶，伊发芽就较10%尔。好，啊，过来第二杯就咱的高山茶，好，啊，慢慢啊，入来个冻顶乌龙茶，好，啊，就啊，过来咱东番碰红茶，好，啊，过咱来讲，即摆上新的台东的红乌龙。哦，啊，上尾一杯就是咱日月潭的红茶，哦，足无共款的，甲全世界其他的味拢敢若高色的味，拢较无共。老师，我想要请教吼，你讲最后一杯是迄个南投的红茶，啊，为什么落？应该不是歹记吧？不是吼，啊，为啥会落？这是阮拄则泡的吼，因为咱讲的吼，拄则咱汉语有讲到讲大叶种甲小叶种，吼，大叶种甲小叶种有两个无共啦，我只大家解说一下吼。大叶种全世界大部分拢是做红茶，大部分拢做红茶较适合。啊，小叶种大部分拢是做乌龙茶，也是绿茶。啊，毋过你也是讲，拄则讲的嘛，讲大叶种的伊内底物件较济，啊，伊茶汤较高，啊，较高时阵伊的你也是讲愈高的茶，你也是泡出来，小时拢是看拢袂安尼落。啊，毋过你也冷落内底遮的咱讲的滋味啊、品质的物件，开始就会甲内底一寡元素去结合，就变做较大的元素。啊，较大的元素你就看无讲较清澈，就看起来就会落。啊，毋过就是滋味有够的红茶，再冷去再变做这路型。哦，所以这路型你能去看讲，你的红茶落冷落，看到是安尼，莫惊讲伊是海气，其实伊是高级红茶的一个型。哦，所以就是伊自本伊内面的成分就是比一般搁较悬，才会产生着这款落的现象。是啊，咱台湾你看咱台湾茶，咱做乌龙茶，大部分拢是小叶种的。啊，小叶种的伊下骹内底物件都无遐济，啊无遐济，伊就较袂讲像安尼落安尼。就是讲我拄则有问着讲，其实日本人应该是嘛有啉茶啊，包含就是迄个日本的咱讲的款抹茶，迄款其实磨起小可青啦。那为什么因来到台湾这个所在，为什么无要继续来推广着因本地惯是款青是绿茶也好，还是讲因的款抹茶也好，为什么想要伫咧台湾就是推广这个红茶这部分？这嘛是真趣味啦吼，因为咱讲的日本是啉绿茶，咱讲抹茶啦、绿茶啦，吼，伊是啉绿茶，伊啊个生产真侪绿茶，啊嘛卖去全世界。啊，毋过你看，我拄仔讲着讲，以绿茶来讲的话是咱讲日本是较北部，吼较寒，吼那咱台湾是较烧热的位。啊，你也是讲以春茶来讲，春天的茶其实就是咱讲的绿茶上好的一个时间，吼那。愈早慢的茶，伊的品质愈悬，伊的价钱也卖甲愈好。啊，台湾是咪较烧热，所以比日本搁较早慢。啊，你就会影响到日本伊本国内底伊卖绿茶的市场，会叫台湾茶抢去。哦，所以伊就是日本就讲，就这就是咱讲的讲，这是第三叶这位啦吼，苗栗这位吼，伊就是去看讲，台湾的茶树。敢会当做绿茶品质安怎？其实都无写偌济啦，伊就是讲无适合啦。为什么无适合？就是无爱互你做啦。因为你做，互你做，无适合的。对，因为你也是互你做的话，你就影响到日本国的绿茶的销量。所以就无爱互你做。啊，伊到台湾就是我就是要做恁台湾，就是要红茶，就要用红茶，因为日本无法度做高品质的红茶，所以就要用红茶去卖全世界。呀，既然台湾要来种红茶，台湾遮尔跨山遮尔济，哪几位的所在有伫咧种红茶啊？咱即摆会当先讲吼，讲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台湾做红茶，先做足侪研究啦。吼啊，当初咱当然咱台湾进前伫清朝时阵，大部分拢做包装茶啦、乌龙茶啦，吼拢是小叶种的，吼拢是小叶种的。啊，咱拄仔讲的大部分伫全世界做红茶拢是大叶种的。那你也是甲小叶种甲大叶种两个拢来做红茶，有一个本质会无共款。哦，对，无共吼。大叶种的红茶滋味会较强，香味会较低。哦，吼啊，小叶种你也做出来，伊的滋味都无较强。吼，啊，毋过伊的香味会较悬，倒变，吼倒变。啊，所以伊来台湾时阵，伊就看，恁台湾都已经有。在做乌龙茶茶树啊，安尼我就免订过种过，我就摕恁的茶树来做红茶做看卖。所以当初咱台湾做红茶做时阵，都是用小叶种去种，去做的。
所以烧火井的红茶以前吼，伫台湾、伫全世界啉的拢是干那一位尔，叫俄罗斯啦。俄罗斯因爱啉这种的烧火井的红茶做出来，咱讲茶庄一角一角的。以前俄罗斯拢是甲中国买茶，啊，毋过俄罗斯甲中国咧烧战时阵，都买无到茶啊，全日本甲咱台湾的茶去买过。咱就开始卖，卖了嘛袂歹，所以咱当初咱台湾的茶大部分拢是去甲俄罗斯，去卖这茶。啊，毋过伫1917年时阵，俄罗斯就是出一个代志，伊就是因的革命，伊就讲10月上10月革命，你要战争啊，要翻盘，哪有可能搁啉茶？所以台湾的茶就卖袂出去。卖出去时阵，咱讲安尼要安怎？无咱甲咱的红茶卖互欧洲、加英国啊啉茶的国家。毋过英国在啉茶，欧洲在啉茶，拢是加牛奶啊、加糖啊。你也是像咱烧火井做的红茶，其实滋味较无嘛。你也是牛奶加落都无味啊。所以咱的茶都卖袂出去。一直无法度，上尾日本的政府再去，咱讲印度去进阿萨姆这个品种，就是咱讲的大火井。所以咱到1925年才开始真的有大火井的品种伫台湾在种。这是为着要卖全世界其他欧洲的国家。因爱啉的这种的滋味较强的红茶，才开始有这物件。老师，咱看到这张相片，这是红茶外包装是吗？对，这是日本时代时阵就开始种这种的大量的红茶，要卖吼无共款的国家嘛，欧洲啦、英国啦吼。你会看到伊写日东红茶，日东红茶，即摆甲日本也有哦你去日本的，你讲因卖一寡茶包啊、茶米啊，佫有日东红茶这个品牌要得的，上早为台湾创立的。这日东红茶为什么叫日东？因为伊日文就叫日统，日统就听起来的日文念起来，甲咱讲英国的利顿。念起来足像的，伊就想要去食伊的豆腐啦，食名食伊的豆腐，就是伊就是目标，就是要卖互全世界去赚红茶的钱。要赚红茶的钱。讲到这咱台湾种红茶这部分，这个爱来请教咱的韩元兄，听讲你的阿公伫英国时阵伫咧南投这个所在嘛是伫咧种红茶。迄当阵台湾人若是要种红茶、做红茶，其实伫日本人是有控制、有管制，袂使互你凊彩做，伊这个叫专门的技术，技术，所以伊袂使互你讲凊彩来做，伊要做外销趁钱啊，我袂当互你爱顾品质，所以日本人有规定足济规定，所以一般的台湾人是真歹啦，要做茶，所以迄当阵阮就讲是安怎有法度做茶，是因为伊做。阮是树林的蒙族啊，姓郭阮国家就是讲，迄当阵伊经济条件袂歹，所以阮阿公呢，就去送去日本来读册。去读高中，高中毕业了，读伫学校叫做东京帝国大学，即卖东京大学所以迄当算一流的人才啦。尾啊，伊为东京帝国大学转来以后，读台，去读农业化学，伊算转来台湾，佮继续进修。迄当时拄着因的老师，一个叫做亚麻摩多山本良先生，迄是一个台湾的专家。迄当阵日本人伫迄个当阵已经伫鱼池大规模的生产这个红茶。所以讲伊就大伊阮阿公讲，无你嘛为这个方向来看卖啊咧。结果阮阿公呢，伊就是做研究，针对迄当阵伫迄个台研究所开始研究啥，这红茶的栽培啦、改良，佫有即个制作的即个技术，来做研究。结果伊发觉讲，日本人伫即个鱼池种阿萨姆，但是我研究的报告这老师啊，大家做伙研究，感觉讲即个东南亚地区有更加好的茶种，所以呢，伊就去出国去，伊就想办法我要来找即个茶种，去到即个泰国甲缅甸的青山那来去找即个更加赞、更加优良的大叶种。我听阮阿嬷讲啦迄当阵为着即个找即个茶种迄当找即个茶种足辛苦，因为迄当阵交通不便啦，卫生条件嘛无好。听讲阮阿公过去有好肉，伫深山内底啊，但伊无放弃咧，伊一直要去即个找即个茶种足辛苦的，结果破病着疟疾啊疟疾着了，倒来台湾休困，叫过年伫1932年时，伊搁走一届。
哦，伊就无细心啦，一定要找到即个上优良的大药种，伊就搁去到即个泰国的即个深山那来去找，总算互伊去找到即个地藏吼。啊，迄个当地即个土人哦，就比即个地藏叫做象，哦，叫即个名叫做象。哦，所以我阿公做即个音呢，把即个地哦，合作即个叫做象的品种的地藏。哦，为即个泰国的深山内底来运转来台湾，种伫即马阮的南投的玻璃。啊，是安怎伊有法度做安尼的代志呢？做地啊，做引进即个地种，是因为即个伊当初哦，伊日本读册回来，伊算是即个伫社会地位较悬啊。因为台湾人一般有法度出国读册，哦，佮加上厝内环境袂歹，佮有因老师的帮忙，山本龙教授啊，即个日本总督府内底即个技术的帮忙，哦，所以才有法度来搭大玻璃来种即个像即个品种安尼啦。今日有炸这个文物来啊，迄个一空一空的，应该唔是做米台吧？就是讲，这是什么是第一一个工课爱用的物件？这个哦，阮阿公专门伫夹板仔的，这个夹板仔就是讲，以前要出口进前哦，咱是毋是爱打地板仔？寄互即个银行，就是咱迄当阵讲出口商啦，就是所谓银行。哦，啊，伊摕银行摕即个板啊，寄去国外，互因试看卖啊啦，会使的时阵才来落订单。所以呢，阮阿公当初吼大批拢伫生产的时阵哦，爱去迄当阵就爱要抬地嘛。所以你抬地的时阵呢，你无法度讲你先抬才来夹。白付啊，咱就是先搭地，摕一简单的即个台啊吼，咱先搭台你要爱粗还是要幼的，吼，搭抬起来了，才拎看卖啊咧，拎看卖啊，若是伤高，哦，咱就放较粗一寡；若是伤幼的时阵，要安怎就是规格化啦，我要用安怎的规格来夹出安怎口味的茶，哦，所以这是日本时代留到即马，专门伫阮阿公伫夹地用的。哦，是咧夹地用的就对啊。安尼既然就是阿公阿嬷迄个时代一直做这红茶啊，相信就是讲，既然这就是茶厂开了，一定有真侪人会来到厝里煮食啊。听讲阿嬷会晓做鸡卵糕是，还是做迄款西洋点心是嘛？西式的点心嘛。哦，这感谢着讲，迄当阵啊吼，咱的红茶拢是做啥？做外销为主，外销去到达去英国啊、美国啊，还是少量去到日本，哦。所以迄当阵啊呢，来厝里的人客拢有外国人，吼，啊嘛有讲做生意的嘛好啦，也是讲阮阿公是学者啊，专门甲人伫讨论茶的生意嘛好啊。所以迄当阵英国西式的方面，就是讲，我转去做茶以后吼，我去敲所有的工厂的茶具，我找无一个中式的茶果啦、茶海啦，拢无中式的，拢总找着拢是英国式的一个灰仔做的这个茶具啊，所以阮阿嬷当初伫招呼人客的时阵吼，永远就是啥用西式的泡牛奶茶，吼啊放一个汤罐啊，互人客来掺糖，吼来安尼啉，啊过来就是做一个简单的点心，叫做麦角饼，用麦啊落去做甲一角一角。哦，啊，放伫桌顶，互人客食点心，哦，都拿西式的这个方面安尼，做较特殊的所在是安尼。所以会当讲着吼，阿嬷伫迄个时代，因为有一个这茶厂啊，为着要做这外国人的生意，也为着要符合着外国人因的生活习惯，出现类似迄款亲像有这个天菜下晡茶迄款的生活习惯伫咧台湾。不过讲到咱台湾人遮尔高啉茶，这全民饮茶文化到底是当时才来形成的？咱需要休困一下，较等下继续讲。1999年921地震严重影响南投，到伫同一年，台茶18号发表，日月潭红茶伫台湾开始盛起来。不过，你敢知影，伫百外东前的台湾都有出产红茶，甚至个销去国外。我会做茶原因就是讲日本时代啦，这是拢地区。几啊千家拢是日本人来这种茶，哦，当时红茶是甲金仔共款啦，烧一厂，较济都烧无够，哦，甚至印度的茶商邀过来这看讲，是安怎印度出产红茶，稀伫这个所在，红茶未输因比更较好。迄当时，台湾真侪所在拢咧做红茶。
连日本做乌龙茶的所在嘛，改做红茶，甚至阁做到花莲台东去。是虾米原因，互红茶伫台湾遐尼时行？红茶发展的起起落落，又阁是安怎影响台湾人的生活文化？伫咱即马若出去外口买茶米，有真侪迄包装是分4两的、半斤的，还佫有1斤的。毋过伫迄个时代，顶头咱有看到即个茶馆啊，要来请咱的韩元哥啊，就是这铁管啊顶头啊，伊是写半磅。啊，为什么迄个时阵伊是用即个半磅，毋是用这几两落去算的？当初咱主要红茶的生产是要出口用的，所以这个出口伫英国啊，还是美国啊，遮个西方的所在，所以呢，伊都不管是用这个泡茶的茶具嘛好啊，用这个磅茶这个单位嘛好啊，拢是按照迄边的标准来做。像这个铁管啊，当初是第上上一等的。伫咱工厂生产上高等级的 BOP 等级的茶，这个阮拢叫做管仔茶啊，管仔茶。啊，这管仔茶这个设计面顶的这个商标啦、字体甲配色，拢是阮阿公的小妹、阮姑婆家己画，亲手画家己用的。啊，当初这款管仔茶就是算等于讲品牌茶啊啦，咱代表咱公司东邦红茶公司上高级的一个茶工啊，是按照这个英国茶的标准来去做安尼。所以是恁的招牌茶啦，对，招牌茶。啊，要请教唐老师啊，就是讲日本伫咧台湾这段时间，当然就是咱这茶米卖到国际上，一定是卖甲就是称外挂。也毋过二战过后，对咱台湾的茶米有啥款影响无？咱会当先讲，咱日本时代时阵，日本上重要是要开发咱台湾的红茶嘛。咱台湾红茶为1930年到这10年来是会当算咱台湾红茶黄金年代啦。因为迄时阵就是全世界，像你讲印度啦，就做红茶做伤济啊，就崩盘。就介绍就崩盘，所以因遮做红茶斯里兰卡啦，还是讲印度啊，就开始订一个合约，全世界在做红茶的人。一年敢若会当做偌济量，敢若会当出口偌济量，所以你也是量固定啊，你的介绍就袂崩盘。啊，毋过当初台湾为1920年开始进咱的茶站嘛，开始做茶，所以咱台湾本来就毋是原有的红茶的产地，所以咱就无去写入这个合约内底。所以咱台湾就能当做足济茶，无量的限价，啊，所以咱会当做足济茶。所以咱的成本就会较低，咱成本较低，就比别人搁较卖介绍，搁较俗，大概全世界都甲咱台湾台茶。所以这10年来，就是咱台湾红茶黄金年代啦。啊，毋过伊讲1940年时阵，这都改对啊嘛，改对啊，都毋免搁用这个限令啊。所以全世界搁会当开始做红茶，台湾的红茶都可能甲印度啦，还是讲斯里兰卡都无遐济竞争啊，所以咱红茶就慢慢来落。啊，日本时代结束，咱讲的战后时阵，就是迄阵是二战。啊，二战结束时阵，受伤上严重的2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就日本。啊，这2个位拄好是讲全世界上重要、佮量上大的绿茶产量的位。啊！你战后伫复兴，你无可能去做茶嘛？对。啊，所以全世界要啉绿茶时阵，找无位好啉，啊，到台湾就接这个工课开始做。所以台湾因为1950年开始，就开始发展咱的绿茶，卖到非洲啦，卖到摩洛哥啦，就开始大量的绿茶去卖予全世界。啊，这时阵一个国家搁转来啊，这个国家就叫日本搁转来台湾啦，这真趣味吼。1965年时阵，日本的生理人搁入来，因为咱毋是讲咱台湾做绿茶会比日本较早，所以遮的生理人讲，安尼我甲机械摕来，恁替我做。啊，你们拢点莫讲哦，因为我要做日本茶卖，所以台湾拢无讲。恁讲三峡啦，还是讲咱个桃园啦、苗栗啊，即大量拢在做遮日本式的绿茶。啊，毋过大家拢无讲，所以阮讲生笑，这就是消失的10年的绿茶的历史。所以这段时，就是讲这段时间日本就搁对啊，1973年
这年就是咱销日本上悬的时阵，咱的量是上悬的时阵。啊，毋过1973年甲74年差一半，都落落来啊，崩盘。为什么？为什么崩盘吼？因为1974年发生一个全世界一个问题，就叫世界能源的危机啦。全世界经济拢无好啊。我去访问遮的老一辈的日本人，都甲我讲，因当初啦要卖地壳啦，要卖卫生纸拢买无啊，我哪有可能啉茶？所以台湾的茶米外销都无法度啊，都无人要啉啊，较少啊。啊，佫当初佫一个台湾无感觉，为啥无感觉？因为台湾迄时阵做一个叫十大建设。所以台湾钱用骹目就是迄个时代。啊，台湾足好诶，外国拢无好，所以台票就升值。啊，就开始外销就断去啊，都卖袂出去啊。所以迄时阵就是1975年甲74年，这是上重要，就是咱外销转内销的时间。所以台湾就开始去发展，啊，发展时拢是每一位的山区拢是本来有的这种的乌龙茶，开始做愈来愈水、愈高级，就讲包装茶啦、当顶乌龙茶啦，也是讲咱的讲碰红茶，就愈做愈高级。所以这张相片你通看到，这嘛是1975年这年，就是咱讲卖袂出去啊，开始全台湾第一届的包装茶的比赛，包装茶比赛，当初啦，冠军茶一斤会当卖到4200块。迄个时阵的4200块。对，74年时阵，75年时阵啊，1975年，民国64年时阵。我袂出世。你看我顶死啦。你看，伊的价数就通卖较悬，啊，过一年，就当顶乌龙茶，就办第一届比赛。所以就开始，为什么要办比赛？就是要推广台湾人啉茶，所以开始办比赛。既然就是推广是以这乌龙茶为主，是因为甲咱台湾人习惯有关系嘛。也不离个这红茶自本就茶厂的行员兄，恁兜这个红茶这声无人要啉啊，要安那咧？当初啊，迄个年代啊，尾啊开始外销袂使以后。开始转内销，内销说袂好想，无人要啉。但是迄当阵啊，有一个产业在出现呢，都是伫骑铁马啊，还是骑奥多摆，啊，伫迄个电啊卡，伫卖啥？卖凉水茶。凉水，凉水茶就会来遮挂茶，啊，买一挂茶去卖。其实出口嘛是有，只是足少的啊，因为价钱咱拼袂过别个国家。啊，所以讲迄当阵就开始转内销咧卖。啊，迄当生意足无好诶，啊，阮爸爸咧想讲奇怪，安尼要安怎？阮最后吼，阮就但是这逐茶吼，但是想要来转型，吼啊转型做啥？做这个泡规桶的，吼，比如讲咖啡红茶，比如讲什么当归茶啊、青草茶啊，泡规桶的，赶去搭，赶去学校的这个福利社内底去卖互这囡仔，叫卖落啊，生意足好的呢，哇啊，想袂到安尼足受欢迎的。尾个，阮爸爸当头脑想啊，无咱来转型做大包装起来，做包装茶来卖。所以尾仔的时阵呢，就开始设计机器啊，来做机器来做包装，就是即摆恁看到即台这包装的茶。对，所以迄当初这吼，民国超72年以前出世，应该拢有印象。我细汉时还阁有坐。迄当阵吼，就是其实拢爱用台湾茶落去做的，拢咱玻璃生产的茶吼，转来家己泡。泡了了，用机器来装做一包一包的，卖去单呢，卖去所有学校福利社，也是讲这个较早有柑仔店，放伫柑仔店的冰橱内底，啊一包，当初我记一包才5块银嘛，啊摕来就安尼插水讲啉，啊无就啊加开就直接安尼做来啉安尼，啊迄当阵就是咱去做囡仔共同的这个基地啦，啊所以迄当阵卖了足好诶，迄当阵上悬的记录一天通我卖到2万包，2万包。7、8台这个冰橱哦，冰橱车专门在送台中、彰化、南投，这几个所在，这个若像咱这个会应该都有印象。就迄当阵一天2万包，全台中、南投拢一直送，
一包便当嘛有加一包吼，啊讲干妈店平常咧卖，啊所以大家咧啉甲做欢喜。啊做学生的时阵吼，人啥拍篮球还是弄球哦，那输的大家就插队，输的人就爱买几人的来请大家啉，哦，迄就是迄当阵啊做囡仔一个基地啦呢。真正讲到咱台湾这茶这个文化吼，拄则像咱行员兄讲的，就是一客无鱼，百客钓，换一个无共款的想法，用无共款的思路，会当走出着无共款的这个茶文化另外一条新的路。也讲到这个茶米文化对着咱的生活伫咧转变，落尾阁有发生什么款奥妙的代志咧？咱小休困一下，卡听继续讲。头拄则咱有听到讲，这个政府伫咧推广咱茶这个食茶文化，也要举办这个食茶吼，这个品茶这个级数的比赛。要不来请教到咱的学员兄，听讲恁兜的红茶也要去参加比赛对无？有咧，我今日有知的，就是这个民国71年的时阵哦，阮爸爸去参加第一届这个红茶的比赛。迄当阵啊，阮碟啊到头顶哦，一条龙拢阮包起啊。啊，所以讲迄当阵啊，这就是当初比赛了摕倒来这个包装。啊，这个包装里面顶都清楚介绍讲啊，这个啉茶的好处哦，是写伫面顶写到做清楚。啊，当初迄年代所有拢是用纸包的啦，这叫公版茶啊。就是讲你茶厂吼，你若要摕茶来包去买着茶啊，面顶都有写一个推广文安尼。我知影讲就是行员遐，你即马转来接手就是做恁的茶厂嘛，也不离个就是讲甲阿公阿嬷迄个黄金年代，甲即马其实有一个真大的差别。听讲其实你有去到外国去看别人安怎种茶是？我转来学做茶了，我感觉有足大的无共，就是为古早古早做的茶，咱出口的时阵叫做标准的分级制红茶，就是咱茶手办的嘛好，整的嘛好。那转来了，咱烂好脆了，内底烘好打了，内底有硬啊，有骨啊，啊是讲有粗叶啊、茶毛，再蓝蓝夹夹做伙，咱就爱搭胎，叫再制。啊，胎了呢，为照即个芽还芽，骨还骨，啊叶还叶，来分开，分开了清清楚楚，按照无共款的级数，卖无共款的价销，这叫分级制红茶。即马热谈流行的红茶，叫做功夫红茶，就是搁较讲究，伫慢工，慢来较紧，伫做工，我嘛做详细、做讲究来做好，啊泡茶嘛做讲究的，就即马流行的即个方式。但是呢，我转来学这两种方式以后呢，我在农业的这个交流的时阵，我有去啉到一个所在红茶，叫做印度的大吉岭红茶。我啉到哇，印象足深的啊！你是安怎呢？因为因做的这个茶不管是慢工还是做工，搁较优秀，啊，搁较讲究。伊做出来的茶香有做一款的花香，有做一款的果香，搁有胭脂香，有蜜香。有坚果的香气，有巧克力的味，哇，做这款的味，我啉到了，感觉，那会甲我所认知上的红茶是无共款的，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想讲，有安尼，我一定爱来去看卖下咧，阮阿公共款啦，要来去国外来去学习一下安尼，所以我就去到印度的大吉岭去看人安怎做茶。去到大吉岭了，才发觉讲，哇，这完全是无共款的世界。大吉岭因是庄园的制度，啥物叫做庄园？制度就是讲，这个茶厂毋是干那茶厂尔，伊有家己的茶园，家己有茶厂，嘛有家己的茶民，茶民就是人民啦替伊在做工课。这个庄园的头家负责提供基本的医疗、基本的这个大的所在，佮学校的教育，或者的茶民来生活在这个庄园内底。啊，庄园的茶民就替伊来做工课，那一个社会共款啦。我一看因的茶园因的茶园实在有看。一个简单的一个庄园都有400-500家。400-500家什么概念呢？迄个概念就是你徛伫茶园你画一个先看一个。规目睭底干那茶园，啥物拢无啦。死鸟爬袂过我。对无毋对？啊，所以讲呢，因茶园较大的时阵呢，因的茶园的这个地形甲气候做一款的所以因连茶园嘛做讲究的落去做研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去甲因的茶厂，要行入去茶厂的门口的时阵，伊甲我讲歹势，当然，我要互了一万，是安怎？请你先去透这个
塑胶螺啊，骹爱套塑胶螺啊，把这卫生膜啊滴起来，你才会使入来我的工厂。哦，因为因遐88个庄园，哦，拢已经有上基本的叫做 ISO 的认证。哦，认证，也是讲这个 HACCP 啦，也是讲这个全球的食安的认证啊，公平贸易有机的认证。哦，所以因为着要这出口，所以讲伊做足侪准备啊。啊，讲到这个做地做工的部分呢，因的地厂拢已经有标准化、系统化。不管今日你的起后安怎，不管你今日板凳的地层安怎，伊拢有一套标准的制定。哦，这个标准的制定呢，做出来的地会互你做稳定的。所以我去遐学习参加因的做地的时阵，我印象一个上深的，就是我入去伊的做地景的时阵呢，我感觉讲，那会人较爽快咧。哦，就是伊的温湿度控制了足好的，互我袂感觉呢，像咱咧做地有时做做赤压的，但是伊伫内底人是足轻松的。我佫感觉到，安那伊伫内底咧做地，拢有微微的风在吹，因为因通风做了真好。所以我就问伊讲是安怎，阮做地甲恁做地同款，平平拢在做地，是安怎？伫遮我的体感会较轻松、较爽快。伊讲只要你人若爽快，地自然就爽快。地若爽出来，做出来的地就会清，味道会好。哦，互我感觉这印象足深的。哦，倒来台湾以后呢，我就随来改善啥？改善这个咱的做地环境。哦，所以去遐看到，我就摕倒来学习安尼啦。要来请教汤老师，老师即马当咧就是推广就是这食地这文化。你做这你推广啊，你一定做过真侪社会观察。你认为即马咱台湾社会对这啉茶这项文化有啥物款的改变，或者是讲一个新的转变呢？咱茶业其实是较传统的一个行业啦。咱拢欠讲少年仔转来，少年仔因为我比如讲我一个少年仔开始等于做茶。等于做地时阵，我的朋友甲我同款的年纪的，都因为我做地关系，甲交关者，都开始啉茶，可能10个到50个。较济少年仔拢转去家己的故乡做茶啊，到10杯到50杯少年的消费者开始去接触茶米，开始去啉茶。所以即摆开始，这10年来，其实就开始台湾的乌龙茶、台湾的红茶、台湾的高级茶开始有无同款的变化，开始有无同款的方式、无同款的规格、无同款的啉茶的方式，互大家去体验。原来有台湾茶是遮好的代志。啉茶除非了讲健康，还有对你的心内啊、对你的放松啊、对你的生活，拢有加分。对你来讲，拢会无同款，就是真正家己咱台湾超过150年的文化。讲到这台湾茶历史，拄则咱两位老师替咱讲遐济。伫咧国际社会当中，咱台湾茶资本伫咧国际贸易当中，就是一粒一个顶级。到顶着即个现代即马变化了，毋管是街头巷尾的手冲茶，或者是进展到即个茶米，进入到高级茶米即个级数，拢相信着咱所有台湾人会当伫咧台湾茶文化当中，体会到这咱台湾茶奥妙的滋味。今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甲咱分享遐尼济，多谢老师。谢谢，谢谢。台湾茶好气味，讲到这个台湾茶文化是万里深天，加在有一挂人伫咧拍拼加努力，相信咱台湾茶一定会搁再出头天。你心目中的台湾茶是啥物款的滋味呢？赶紧去泡一个来啉。这是台湾款，后礼拜同一时间有关来再上，咱再分享。非常多谢老师，感谢老师，谢谢。